接走的时候，你把就是就像那个，我记得以前我们之前听有人提过，就是说你要给人家东西，要给的让你自己会舍不得那种感受，就是你真正的把你好的东西给人家，而不是把多余的东西给人家。所以当你把全身完全的跟你结合的时候，你就不觉得会重，反而会觉得手里。为什么跟大家做分享呢？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